欢迎收听11月23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23章，天国有意见，以心灵和真理来敬拜。耶稣带下的天国国度观，真的在当时真的不同于大部分的人，真的是非常少数的意见。然而这个意见不只是相异的那个意见，更是有意向的看见，看见在那永恒国度的长相，看见在那永恒国度的治理方式。耶稣就是在这天国当中的君王，他带来全新的统治，也带来人对信仰那真的从内心和站在真理的根基上来活出的看法。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见耶稣向门徒和跟随他的群众说有关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他对他们真实的期待，以及他对他们的观察是什么。而这当中其实对许多已经相信耶稣，甚至在信仰的道路上成为前辈的人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提醒，甚至是当头棒喝。在今天RPG 祷告的经文就讲出耶稣对这群信仰领袖的期待。马太福音23章23节，但是法律上真正重要的教训，如正义、仁慈、信实，你们反而不遵守，这些重要的教训才是你们所必须实行的，至于其他的也不可忽略。从这段 RPG 祷告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耶稣其实不是在否定他们行礼如仪，每一天按着摩西律法活出来的这些信仰行动是不需要的，反倒他说这是不可忽略的。然而那真正重要的教训，如正义、仁慈、信实，是不是也按着上帝的律法去实行呢？会不会我们的信仰，我们表面做一套，然而我们心里却是各自盘算，自以为意，只爱自己想爱的人，只对自己愿意负责的人信实。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一样，我们都知道，如果按着法律，按着这个上帝的律法，其实没有人站得住脚，甚至不要说这些行礼如仪了，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些犹太人的律法我们也搞不清楚。然而在今天的经文，耶稣为什么要提到这些事情呢？很重要的是因为这一群在信仰群体当中可以说是上位者，可以说是信仰的领袖们，其实他们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整个信仰群体中，所以耶稣对他们的提醒甚至责备也是更加严重的，为的是要让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带着恐惧，不是带着重担，而是经历那真实在心灵和真理中的自由，敬拜上帝的自由，那按着真理而行的自由。所以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耶稣对这一群群众和跟随他的门徒说，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站在摩西的地位上。哇，这是什么样的地位？这是非常有说服力，这是非常有影响力，好像他们说的就是对的哦。在这里，耶稣对这群群众和门徒说，你们要遵从他们的教训，但是不要模仿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不会做，只会说却不会做，而那个不会做就是他们要人守这些律法，然而却不愿意。这边形容的非常的简单清楚，自己却不肯动一根手指头去减轻别人的负担。我们的信仰是要人来遵守这些律法，而忽略了那些真实从上帝来的恩典，从上帝来的接纳吗？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真的是对已经信仰的人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信仰不能只是表面要人来尊敬，
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值得尊敬？表面要人来高举，但实际上会不会只是骄傲而没有自卑的生命呢？没有谦卑的生命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不断的提到你们这般伪善的，你们这般伪善的，在和本里面说这是假冒伪善的，其实翻译都是同一个字，就是演员。你们这些演员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好像这个身份是用演的，演的是什么意思？我演什么要像什么，但我实质上是什么，可能跟我演的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耶稣其实很清楚的看见，在当时信仰领袖他们需要被更新、调整、改变的，是他们的生命在所行的跟所示的，心里真正认为的上面有一个落差，以至于他们即使是连那个买一些香料、调味的香料，他们都会想说，可能卖我们的人没有献上1/10，所以我们一定要再献上1/10，以免我们自己或是对方都在这1/10上失落了。但是就今天刚刚 RPG 祷告的经文讲到的，如正义仁慈信实，我们是否有遵守呢？我们不只是要表面的行礼如仪，更重要是我们是否心存那真实的信仰。透过我们遇见的事件，透过我们面对的挑战，甚至我们所在的困境，我们是否仍然愿意紧抓着这天国的思想，正义、仁慈、信实，这天国的原则，如同我们前面说到的8福，我们渴慕上帝的公义，我们渴慕合神心意，我们渴慕让人来认识福音，我们渴慕虽然辛苦，但是却盼望着上帝他亲自要做成我们手所做的工。可能我们面对到在教会当中的挑战，面对到在生活当中的两难，我们愿意按着这天国的律法，活出上帝他真实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他和好，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是活在恩典当中，而不是活在互相咒诅、彼此看为不配的，甚至彼此小看的生命当中。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最后是一段为耶路撒冷哀哭的哀歌。耶稣他将这个象征犹太教的中心耶路撒冷唱了一首哀歌，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犹太人一再拒绝并且杀害上帝的使者。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不是指在新约的时候，应该是在说犹太人从他们的律法书这个先知书圣卷，有许许多多当时上帝所差派的先知使者，因着这群犹太人和他们的祖先不相信，所以被杀害。所以在这里耶稣特别提起这件事情，然后唱了一首哀歌，是要让人再次来去思想，成为警惕，前人所犯过的错我们不要再犯，而我们更需要去寻求天国的意见，从那意象来的看见，让我们的生命不是站在律法上，好像我合乎律法我就是有义的人，而是从律法到心灵，站在真理上来敬拜我们的神，使我们的生命不是由人来定义，不是用法则法律来定义，而是从上帝的心意，从耶稣基督带来的天国观来定义。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有说，你们不应该被称为导师。讲到这群法利赛人，讲到这群经学教师，他们不是导师，因为他们的唯一的导师是基督，因为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引导人，他是我们的引导的老师，让我们真正能够走进
那个真理的道路，那个真正自由的道路，那个真的生命的道路。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再次来思想，在今天我们有一个挑战，我们审视自己真实的信仰状态是什么，而耶稣希望我们如何活出信仰。世谦牧师常常觉得，很多的时候在顺境我们容易活出我们所认识的信仰，但在逆境当中，其实更是我们在那样的情况中会更认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也更知道我们在信仰上我们的刻度在哪里，我们走在什么样子的路径上。主耶稣今天透过对门徒和跟随的群众在说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的提醒。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活在概念的信仰中，而是活在每一天的实践，每一天跟随耶稣基督脚步，活出那天国价值观的道路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来到世上，为了要示范这国度，天国的国度。你是这位国度的君王，你来到我们当中是要示范，也再次的提醒我们，这主权是在你的手中。主，谢谢你愿意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国度的子民，使我们因着相信就享受这国度一切的福分。但主，你也同时提醒邀请我们要活出天国子民的位分，那样的身份是每一天跟随你的生命，愿意付代价，愿意委身，愿意经历主你的天国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主，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你，让我们有机会来知道你的恩典何等浩大，你的信实永不断绝。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愿我们真的看见这些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引以为戒，使我们的生命合乎你的旨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